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大观园其实2年前就已经立项了。大观园就是我们今年的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一步。这今年呢，就是我们小浣花40周年，我们一直期待最完美的状态、最佳的时机、最好的你们，来致敬经典、重塑经典、再创经典。前几年团里已经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能够演上这个贾宝玉。我觉得，排一个大戏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排一个大戏的压力肯定比不上对于台上演这个角色的渴望。今年提前了1-2个月，我大概知道了，我确实是要演这个角色的。陈丽君她的在戏曲界的这个基本功啊，整个形象啊，我觉得她的各个方面，她已经是非常成熟，状态是最佳的时候。撕下去，撕下去。哎，对。我的大观园，这陈丽君的大观园，就是我们借由陈丽君所体验到的个人化的对《红楼梦》大千世界的体验，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走进了《红楼梦》的青春现场。我要干嘛？你要花个梦。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纯真、特别干净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痴傻、憨呆，甚至有点懦弱的人，这可能是他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也有他的倔强、他的执着，他只是有选择，他选择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已。宝玉本身他就是一个少年，他就应该有少年气。陈丽君的话，人家说我自带少年气，我也不否认，但是其中也不缺乏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物他的做出的一些行为，或者他说出一些话语的塑造。我们这个大观园，他前期的时候是年少无忧，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观园里面，但是等到后期，他整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是一个成长性的宝玉。我来。这些演员很可爱，这一部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原创。我跟他们说，你们全当之前是一种磨练啊，是一种沉淀，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做一次爆发。君君的身上具备这样的一种力量爆发，他很能够吃苦。我那时候还没开牌，我就跟君君说，我说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他说什么呀？我说我要你在那个戏上滚下来。他说没有做不到的，很坚定。事实上他真的练的腿啊，都会有淤青，肌肉、韧带都会疼。那对于陈丽君来说，她全身都是淤青的，她要在那个楼梯中间这么大的一个调度的滚动，她真的是硬扛的，她是硬打的。我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然后确实这个台阶会对我们造成一部分压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去掌控它。
那么以往的这个戏曲的这个空间的解释，除了写意和空灵之外，其实少了一点支撑的支点啊，就是你看这种支点，而且是应该有层次的，有纵深的，有横向的，有垂直的啊，甚至有移动的，有变化的。我们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和可能性，使得我们的舞台能够丰富起来。我就坚信这个台阶，它不光是不会来妨碍我们的表演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戏曲的东西抹掉，反而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张力。我只看到君君从上面滚下来以后，其实这个打的力量的背后的所有的想象都在这个上头，这就是这个台阶给到我们的。我只是滚了个楼梯而已，贾宝玉是差点被打死了。我也很心疼贾宝玉，所以这个心疼是我们想要体现的宝玉的，无论是无辜也好，他是弱小也好，他是不应该被这个世界鞭打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认为滚楼梯对于陈玉娟而言就是一个辅助我完成对于这个人物丰富的一个行动。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你把心放下来，你尝试着相信我们。我说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吧。苍色了人扫光天，温酸气吹干，春花渡轮笑开端庄大气名人。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回归到宝钗的本体，她自己内心作为一个女孩子最天然的一种对美的东西的向往，对灵动的东西的向往。你看她那么的端庄，那么的得体，但她扑蝶的时候又属于她自己难得的那种片刻的放松也好，或者说最天然的东西。尤其是大婚那场，我说我独坐妆台泪盈盈，她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那个时代束缚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种无奈。这些女孩子们有各自的归宿，她没有办法去斩断它，每个人都被命运在推着走。深深色当金牛两元行，你怎样出身色当貌色结门好，你怎样我分你怎样你怎样可能我们纠结了最多的可能是探病的那一场。他说你出来就看我几眼你就忘记了我了，他说你就感觉我不够爱他。当时就跟徐导商量，增加了很多爱意的细节，这样的话就是会两个人的爱才能立得住。一开始这个调度是没有的，就开始铺垫了。他说林妹妹这都是误会，我说那既然是误会，那我就不怪你了。我说王哥哥，那我走了。然后他说哎你不要走，我还有一句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一句吗？
然后他说不，有2句，还有好多句的意思。那我就甩开。徐导呢，他觉得好像效果还挺不错的。就是所有人物它就相辅相成的，如果其他人物不够立体，它也是影响到这一个整个戏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林黛玉也得是更立体。那一句粉饼琐碎3千，我则取一瓢饮，再试一遍。粉饼琐碎3千，我则取一瓢饮。首先他是爱宝玉的，然后因为这份爱，所以我就特别尊你，我是认为是需要有这一层东西，应该要更丰富。这里我们2个就是还是磨合了挺久的，到后面就是以至于就是我去收敛了一些，多磨合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林妹妹那么你慢慢的，其实一条线式的，从前面林黛玉进府读西厢葬花，然后再到探病，最后到这个大婚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可能林妹妹她到最后是一种释怀，她已经看开了，就是她已经放下了。黛玉葬花，她对花瓣的那一份爱，她其实这是她对人世间对人性的一种理解。她不仅仅在她心里她是花瓣，她就跟每一个人一样，甚至是她这一朵花瓣，她就是宝玉一样，可以放在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但是她虽然是落了，她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她该放的地方，很富有灵性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这个大观园，我们是往前面再走出一步，请了比较时尚的创作的团队，传统的一些做法理念不太一样。只有1拍时间啊，就那么短。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就1拍还是不够快。其实平常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电影配乐、音乐剧，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这个戏曲的创作呢，跟音乐剧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啊，就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磨合的过程。一个红色的一个框，这个红色框可能是代表就是红楼，就是这个园子的这个对宝玉的一种约束吧，和对宝玉的一种质朴。大家会要求我看脸，整个装饰看得很清晰，所以面光会非常亮。就比如说后面宝玉结婚，宝玉后面悲剧性的从丢玉开始，这种影光影，就是这种暗示出阴谋一样的那种影，这个感觉就对了。第一天进剧场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我们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博物馆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很珍贵的物件摆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大观园好像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感受吧。当追光打在这个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穿的衣就老师们设计好的那些非常精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规定之下去赋予角色该有的尺度的设立。丝丝怕，夜夜下，自本化作金酸水。
其实我们这个剧本现在，前前后后已经改了很多了。本来的那个317字句是一指一间的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这样有一个很长很长的317字句。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哭灵，新娘子不是林妹妹之后，然后得知了林妹妹的死讯之后的这一段唱腔，我认为她就是，如果我作为观众，然后她在贾宝玉在哭灵。然后他那个唱词是一指一间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就我接收到他那个思念、悲伤、痛苦，是要脑子里再转一下的。我当时看这段我就不满足，没有达到就是说我心目中崩塌的那种痛苦绝望。然后后面的全改了，改了日日盼夜夜想。然后我们唱腔老师刘建坤老师也特别的好，不停的改。我在唱腔设计这一块工作上。前期跟陈丽金交流的非常的多，陈丽金他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几乎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很长时间，两个人在探讨这个题。那么我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再来修改。所以现在这个陈丽金的唱腔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里边也有陈丽金的他的努力的这个成绩。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嘛，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满，不然我那个绳子搬起来。这种情况救救我！好，反正你们打扰我的，这个总应该能感觉得到的，因为我记不得，我演着我就知道不舒服，但我下来我不记得哪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配器并没有完全完成，在2天排练就要演出了，我们还没有全完成，所以我当时也是很焦急的。陈丽君其实他有几个唱腔，他还是比较在意的，这太虚幻境啊，哭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情报，这个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唱腔，所以这个还是经过了一段的修改。因为有时候像无情报，他说：“哎呀，金老师，你这个什么音啊？就是说他在打扰我。”如果是用笛子的话，孤寂感会很重，但是一下用主胡，我唱完之后，后面又进了相同的一个旋律，如果再用这个笛子，它其实是忽然会让你跳戏，就没有那种氛围渲染的听觉上和你的视觉上，它一下会咯噔一下，第2天马上就改了，马上就调整了。就可以调了。哦，好的，金老师，但是这个张力不对，我感觉这个3重唱我们唱的清清淡淡的，就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当时我记得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好多就是细节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参加北京的演出，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没有彩排时间。之前的话，我们定的是18号彩排，但是18号观众席坐满了。当你观众席坐满了观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彩排吗？不，它就是一场演出。那对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要怎么样？刚才一唱，结果差了一截。这摔一下，我说我很自责，我应该考虑到让你不会有这么一下。他很坚强，他说我没事。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疼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卡住，但是他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等我，然后明天还要演出，我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一瘸一拐的去见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担心。回来了呢，小叶直接去地库吗？对，但是正好呀。拜拜。
好点吗？好一点，脚绑的，今天不行也得行。是有点肿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稍微有点挫伤，应该是有点错位，然后打进这个不用降下去，那你这个长线。在内心宽了几眼，里面的故事有些动，有些不动，有些懵懵懂懂。这剧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唱、演、念，包括其他的灯光、舞美的辅助都是很重要的。音乐是会说话的，灯光也是会说话的，舞美也是会说话的。所以舞台上的一切一起说话的时候，那它就成了。我觉得第二次创作《红楼梦》很难，第一次创作4年前，然后这一次呢，就觉得我上一次已经弹尽粮绝了，然后这一次还要再挖空心思的去做它嘛。然后我就在想，时空的转变让这个戏成立。小百花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特别有活力，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新的东西，一直想突破，跟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未来还要继续的向前进嘛。我觉得每一件衣服如果再做的话呢，肯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满意的，或者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配色啊，然后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啊。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灯光老师，小李和老师呀，胡彦军老师，还有李峰老师、服装老师，包括我们的张宝兰妮老师和严肃老师，就不停的在改。我觉得我好像好事儿，我就是有这么想过，老师们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但是这就是我感谢这些老师们的一点，他们没有给我过任何这一点压力。我觉得在这次创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跟这些老师们沟通交流中，我不停的在吸收，在成长。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对的，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不对的，但是对的他们就吸收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如果说的不对的，他们会告诉我哪里不对，就是他们不停的在引领我成长。今天我们是完全打开的，让大家接受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打破提升，提升后呢，我们还会再次的公演全国的巡演。我觉得，这次也是新的一种尝试。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戏的，这是首演，但是不是我们的结束的脚步，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更好的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如果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曹雪芹在那么贫寒的状态下，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那就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情感，他曾经的青春年华，这些东西让他放不下。所以当我突然看到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段话，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这些
积雪融化以后，新一届的芳华又绽放了，新一届的生命又复活了。所以我就想，一代一代的粤语，一代一代的粤剧，一代一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正是此意吗？艺术最主要它要有诚意，诚意是感人，那争议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我们从文本到导演，到我们各个环节，到演员，到这个剧院，都是诚意满满的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作品也一定会。我觉得，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古老的剧种当中，我们能够做些改变？我们不是要去颠覆，而是要有一种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想，我们的年轻观众才能够走进剧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破墙要破门，有一种大胆的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我是希望是建立在稳健的道路上。毛哥哥请妹妹吗？哥哥。好，师妹拜拜，谢谢你们。我的腰好像一直都痛着，但我已经习惯它了。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常状态。说实还挺残忍的，我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常态。不说了，我真的快累死了。我这个戏真正的立在台上见观众的那天，我是哭了，就是站在那一刻，我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为你而来，看到那么多观众，他们带着爱意、笑意，他们的欢呼，就是触动到了这么一段路程，你遇到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帮助，就很值得啊。